欢迎来到 Go Go 公好发，我是一杰，我是明华。一杰，我最近呢好想去美式餐厅大吃大喝一顿哦，因为 FB 上啊，我有朋友啊 po 在美式餐厅，气氛真的很好哎。哦，还气氛很好嘞！我看你啊，根本就是想要大吃大喝吧？但是我可得要先提醒你哦，美式饮食的热量非常的高，偶一为之是可以啦。但是被你一说啊，我自己也很怀念我们上次去台中吃的 Humble 了。Humble 就是汉堡了。其实美式食物当中呢，我也很喜欢吃薯条哦，而且上头一定要加上 tomato 酱，这样才对味哦。tomato 酱呢，其实就是番茄酱的意思哦。那么吃美式料理的时候呢，不能少的就是扣辣了。对呀，我也很喜欢喝可乐扣辣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小孩子喜欢吃汉堡，这句话要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 Sending it好食 Humble。Sending it 好食 Humble。今天Go Go 公好发带大家体验一下美式饮食的魅力咯。这个我发现啊，你真的很喜欢吃 Humble 哎！哇，天哪，这 Humble 也太大了吧！来美式餐厅当然就是要吃大的汉堡啊。这个大的 Humble 啊，我吃完大概2天不用吃饭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不只喜欢吃汉堡，我还喜欢吃薯条呢。说到薯条啊，我觉得一定要加 tomato 酱才对味。我觉得吃了 Humble 又吃薯条，我好想要喝扣辣哦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我帮你装。明华，你的扣拉来了。哇，太棒了！光用看了就觉得，哦，那汉堡真的是好 juicy， 好好吃哦。真的，我也觉得超棒的。不过不好意思哦，吃完之后呢，我真的好有罪恶感，我真的不敢站上体重机。不用有罪恶感，我们多运动几回，消耗热量就可以了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先帮大家来复习一下这些看起来就美味的食物的客家话吧。首先，我们帮大家复习的呢就是 Humble。Humble 就是汉堡了。那其实很多人呢吃汉堡的时候也喜欢配可乐，可乐叫做扣辣。扣辣就是可乐，没错哦。而且啊，一定要搭配的就是薯条喽。薯条当中不能少的就是 tomato 酱。tomato 酱就是番茄酱了。那今天我们还要教大家的是，小孩子喜欢吃汉堡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 Sending it好食 Humble。Sending it好食 Humble。今天Go Go 公好发呢，就带大家品尝一下这些美式料理了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